台南市政府议长贿选案一审宣判，包括议长区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等10名被告，全部拢被判无罪。台南地方法院审议庭长庄正达表示，依照检察官所提证据，因为无够证明区丽丽等人有贿赂甲恐吓的模拟。无罪理由简单说明如下：第一点，依邱丽丽、林志展、郭在清等人之通话内容，仅可知悉邱丽丽与郭在清闲聊，展现将来参选的决心。郭在清与林志展讨论相关的情资传言。邱丽丽提醒林志展勿向媒体透露民国配置政党可能性等内容。依检察官所举证据，不足证明邱丽丽等人有贿赂及恐吓的谋意。第二点，关于行贿方一峰部分，郭在清与杨志强之通话内容均未曾提及要对哪些市议员以何种方式行贿。显见郭在清上开言语仅系选举期间闲聊探寻选情之消遣场面话，而且依据证人方一峰的证词反复且矛盾，因此无法依据证人方一峰具瑕疵的证词作为有罪的依据。当第一时间听到一审无罪判决，议长区丽丽嘛感谢司法，幸予伊清白。但回应一路行来的过程，予伊内心感觉相当的煎熬，一度讲不出话。我非常感谢司法还我一个清白哦。那么我想我更要感谢的是这一路走来非常支持我、给我温暖的我的亲戚朋友，还有最重要的是台南市议会每一位议员哈，尤其是台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我们所有的议员先进的信任。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总算沉冤昭雪，那我真的再一次的谢谢，真的谢谢大家的关心跟一路的支持，谢谢。台南市政府议长选举涉嫌贿选案，包括议长区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等10名被告，拢被判无罪。虽然第一时间包括议长甲副议长拢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立议会民进党团伫个司法判决以后，嘛希望党中央会用来撤销正副议长停权的处分。至于议会国民党团，发言人蔡耀辉则表示，宣判当然是尊重，不过判无罪却相当的压抑。至于检方，台南地检署嘛将伫个收到判决书以后，建议提起上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